哥林多后书第3章，阮减搁伫推荐家己，阮减着亲像一寡人写推荐书，互恁，也是需要恁的推荐书。恁本身就是阮的推荐书，写伫阮的心内，要互众人知、众人读，真明显，恁是基督所写通过阮来送的批。这张批毋是用墨水写伫石板，是用永活上帝的神写伫人的心板。阮通过基督对上帝有这款的确信，才安尼讲。这毋是讲阮家己有才调通做这个代志，阮的才调是对上帝来的。伊使阮有才调通做新的约的册用，毋是用文字写的，是信神的约。文字互人死，毋过圣神互人活。用文字刻伫石板的律法颁布的时，上帝阳光有显现，对摩西的面反照出来的光，虽然渐渐在消失，毋过迄个光还真强，直到以色列子孙袂当目睭金金甲伊看，互人直到死的律法都有即款的阳光。安尼圣神所发出的阳光减袂搁较大。迄个甲人定罪的体制，若未发出即款的阳光，迄个甲人宣布无罪的体制所显出的阳光减袂搁较大。安尼，因为现在的阳光比以前的搁较大，以前的阳光煞无去。迄个消失的若未发出阳光，迄个永存的一定会显出搁较大的阳光。因为阮有即款的愿望，才遮尔勇敢。阮无亲像摩西，着用被打家己的面。摩西安尼做，才免互以色列子孙看到伊面的阳光渐渐消失。毋过因的心顿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因读旧的约的时，因的心还互迄块被打着。因为只有甲基督结连，迄块被才提起来。甚至到今仔日，因逐摆读摩西的律法，迄块被还打伫因的心。毋过关系摩西，圣经有记载，当伊归向主的时，伊的被才提起来。伫遮得讲的主是圣神，有主的神的所在就有自由。咱大家拢用无打被的面，在反照主的阳光。这个阳光是对主，就是对圣神发出来的阳光，在甲咱改造成做伊的形象，互咱有更较大的阳光。